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身爱离开，爱上有意义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等我。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写，爱的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。 哦，你捅成这样用的呀？那张相片哦，晃成这样呢，一上瘾变做6上瘾，还写出来这么个啊？诶，你这种看起来唔会差哦。佢烧起来真强的吼。 水鬼，用的啊！你个新恋情吼，进展都冇个长途啊！哎，到几个啊？嘛个几个啊？你莫色老头用的好无？哎，无礼貌呢，还关心你呢？你莫向我讲哦，就算了啊。阿吕哥，头下亲像送到杨淑慧成功的咧。 了解用呀？你真无聊咧！你请伊老去讲，俺没交男朋友啊？哈，你的猪头哦！你按我老弟讲哦，金属上站就贵啦。哦，咁用干啥啦？用干啥？按都汽车竞赛用干啥？不过，哎，你做乜个汽车机啊？ 俺嘛唔知啊，迄味道嘛个，老去就无嘛个好地啊，一讲嘅，老厂新颖养家哦，还靠有意思呢。哎，古说你读什么哦？嘛个透唔透啊？同你个暖团神经病。哎，乜个神经病？唔讲讲么啦？你嗨吼都老好去冲突咧，哪有乜个闹嘢好看？你哦。 唔是来看俺嘅闹眼，俺为了看你嘅闹眼。乜个意思啊？俺那乜个闹嘢好看？迄讲哦，阿干妹看到这种相片哦，佢听说会啃死嘅啦。多时间哦，俺就做得看一出争风吃醋嘅好戏咯。死鬼，敢亏我！老票你想买啊？敢有感性嘅问题啊？ 看在爱你对那么你啦，我当欢喜哦，讲你到吉普对唔朋友嘅技巧啊。哎呦，这个啊，你听乜个呀？起码我老顶进一次见该进展，比你都有喊卡顺息啊。哦，很拽嘛，小鬼。看爱的哦，有了修理你。好的，好的啊。阿雷哥，誒看翻嘢哦，實實老好去做鐵啊！嗰個公民哦，出公民，我飛鐵就向佢飛鐵啦，哦！哎，你哋喺度搞我啊？哼，福州。唉，太子俩死鬼唔會查呢，都得到感情的事情哦，處理都按明斷果決的。
不然我该拍个付出开仓，你会来吗？我要考虑啊，张哥讲啦。阿瑞哥咧？阿水，阿瑞哥伫演艺片迄第一摆表演呢，伊本来就去8点钟啊，去8点钟就会啦。啊，所以要说阿瑞哥去付出处女秀诶，我就应该去看佢表演啊。哎，冇彩啦，我讲做唔得起都做唔得起啊。不过我想要看阿瑞哥唱歌的样诶，听说亲眼到。因为我看冇茶啊。坐下上个巴士到火车头，过后50分钟就到啦。问题解决了啊，阿水呀，做得起冇啊？做唔得啊，唔对啊，拢未成年嘅，做唔得去夜店，会本人啊叫出来。等阿瑞哥转来啊，再唱一摆本人就弹就好个啊。哦，个气氛哦，涨青岛呢。阿水呀，我18岁啊，我做得起啊。模拟也暴力狂。你莫唱很多。好嘞啦，冇吵，收翻，吵下人睇咧，收。阿水，本来就起啦。莫讲起啊，收翻。根本无人通去弹歌的嘛。跳过欲改命运，就算爱离开爱伤，要仍然爱会转来流浪啊。佢迄万年，因为阿瑞看佢嘅目神无强勇，做嘛嘅爱嘅心处一下。流浪啊，走你用冇留結束個衝停哦？你冇看到，根本冇人聽下這唱歌呀！幾條歌嘅根本唱停，根本冇人會知啦。阿瑞，要係聽你上班呢，嘛嘅事情你一下就過去了呀。我這麼愛原諒這種事情。好久不見。你的好朋友也來嘍。高手，你怎麼也來了？因為我們要給你個 surprise 啊！這個送你。Oh my god！ 哎，他是誰？他是那個。你好，我叫 Linda， 是阿磊的女朋友。什麼？女朋友？阿磊，你拒絕我是因為他？哎，跟他無關，你不要亂想。Linda 是我的前女友。阿磊，我聽
妈说你到乡下地方驻唱，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何苦啊？唱歌在哪唱不是都一样，只要动听就好了，音乐无国界嘛。但是这里的人不懂摇滚，你没发现没人在听你唱歌吗？干什么受这种气？我说那什么高低手的，我叫高手。啊，随便啦，谁说这里的人不懂摇滚？我知道，深深也懂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会支持阿磊，一辈子都会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泛指其他人，不是针对你们两位。阿雷，你真的不考虑重组天地雷，重新走回创作吗？是啊，阿雷，创作才是乐团的生命，即使再苦闷，都要埋头一直做下去。这是你以前最常跟我说的。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吃泡面吃了1个多月，终于苦等到演唱的机会吗？当然记得啊。结果啊，高手这家伙啊，一开始就给我肠胃炎，害我们的演唱会都泡汤了。我最后还是求了许多主办单位，最后还不是让我们唱。我还记得天地雷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，我特地去帮大家找了同款的红色内裤，因为高手说这样手唱才会红。那个是阿雷的点子，不要赖我头上 ，OK？结果你还帮我买了5条同款式的至尊内裤，真是被你打败。也是这个阿雷，上分都本来唔敢話咁記，原來佢老愛完全係冇共有世界嘅人，同一隻空間度，我就像係假出來嘅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慢慢聊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晨晨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你还有朋友要招呼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可是你今天没有骑脚踏车。我送深深回去。阿磊，你还没带我参观你们的主题客房呢，快点带我去看看你们的创意嘛。身上现在情况危急，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，让琳达这个程咬金知难而退。你们又不是阿磊什么人，人家前女友跟好朋友来看他，这样很好啊。怎么可以啊，深深？虽然啊，阿磊已经拒绝我啦，可是他说过我是茶客的一份子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帮你的啦。而且我们也是老朋友啦，深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我的小爱化作大爱，让你们永结同心的。永结同心，卡莫伊，你会不会太夸张啊？不夸张啊，先生，我一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啊！琳达那个讨厌鬼，你呀、看他曾经抛弃过阿磊。我们现在可是处于备战状态，先生，你千万不能放弃哦。今半夜真發現，對愛情，我竟然連阿甘妹一般樂觀到勇氣都冇。好了，现在只剩我们2个人了。你说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会忽然回台湾？琳达，你怎么了？说起来真丢脸。我在结婚的前一天被未婚夫抛弃，连积蓄都被他骗光了，很惨吧？台北的房子也被他卖掉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地方住，才跑来你这边看看，老朋友可不可以让我赊账？说这什么傻话？你就先住我这儿，账我来付吧。累，你真好。小事一桩了。还有，你也不要太沮丧了，知道吗？
记得，老天爷给了你一个难题，他还会再给你一个出口的。阿雷，每次你的一句话，都可以把我从地狱里抓回来。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有，你有，阿雷。我们每次……我昨晚没有睡好，有点困了，我先去休息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哎呦，阿瑞啊，阿瑞啊，哎，晒晒红虫啊，阿瑞啊！哎呀，宋梅，可不可以睡10分钟啦？哎呀，阿瑞啊，阿瑞啊，以前迄朋友啊，Linda，你有要提盐副卡？哎呦，你传不来了。你传不来啊？你有冇老人讲啊？哎呦，海外哦，跳吓到要死哦！哎呦，宋梅啊，你有咩鬼耶？冇水啦，红虫啦！哎呀，宋梅啊，佮拜托的，本来到睡5分钟都好嘞啦。你迄宁汉呢？吼，你有冇本记哦？老太子甲住走啊？红虫！啊？叫要住者哦？哎呀，宋梅啊，你做成好事都好嘞啦，你赶紧卖住的啦。你讲迄物价啊？听下去。难道我在做梦？家里竟然有美女在做早餐呢！小朋友，你这么会说话，想必一定有很多小女朋友吧？哪有？我没有女朋友了。那婷婷哦，请问你是谁啊？阿雷，早餐快好了，快点快点，来，你在这边先坐一下，马上就来。怎么我认识你那么久，今天才知道你会做早餐啊？阿雷，不要取笑我了，人家今天亲手帮你做早餐呢。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原来这位小姐是阿雷哥的新欢啊！不会是昨天在泡八大的吧？小鬼，不要乱讲。你们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阿雷哥的新欢，我是他的旧爱。旧爱！没想到阿瑞哥了在现到，还有像面膜安样嘅女朋友。哎，係以前嘅女朋友，阿雷哥頭下是早嘅時間唔去講過嚟咩？關機咁係以前嘅女朋友，啱知道啊，呢啲會高向下。佢尋尋先生用個啥？我見拉到阿瑞哥會留尋尋先生向下。你都唔會知道嗰個領導懂假咩？係講我係阿雷哥，我聽錯啊會托尋尋先生。你唔好認為琳達阿姐上的東西像基督教啊？乜嘢基督教啊？我也很喜歡尋尋先生，不過琳達阿姐長得有點像我嘅樣相。乜嘢啦？棉花糖嘅祖宗果子啊！係講我係阿瑞哥，我也唔知會痛乜嘢。都因為佢上到唱嘅偶像，唔知唔知要偷乜嘢啊？所以啊，你要用睇要之類哦。講不。哎，太子，係講你係阿雷哥，你要偷乜嘢啊？我對一件事情哦，你就欠咪都冇，講佢要偷乜嘢啊？哎，你难得来，干嘛急着回去啊？练团啊，唱片公司盯得很紧，好不容易有2天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又要走了。干嘛讲的好像坐牢一样？
是有点像。阿磊啊，这次除了琳达叫我来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想跟你谈谈冲组乐团的事情，你考虑一下好不好？虽然这几年唱片不景气，但是乐团始终有它的市场。只要你肯点头，我可以找到资方。你现在也算是有名气啊，干嘛要重组天地的？那不一样啊！记得当年我们组团的时候说过，团在人在，团散人去。你还记得？当然了。虽然我现在签了唱片公司，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当初单纯又青涩的坚持。阿磊，我说重组乐团的事情是认真的，不是开玩笑。你考虑一下好不好？走了。不管多久，我们都会等你的。干嘛呀？你是不开杂货店，要去公司上班哦？哎呦，没有啦，崔妮，我昨天在聊天室遇到一个网友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他好有话聊哦。他说他喜欢做 OL 打扮的女生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天一大早就去买的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衣服很好看啊，可是不像你会穿的呢。哎呦，看久了就习惯了。习惯是习惯啊，不过啊，人啊都有自己的型，还是做自己最自然。话是这样说没错，可是如果能够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做改变，那不是件很幸福的事吗？是不是？人见过没？没见过就这么冲动，这样好吗？谈恋爱本来就是要冲动啊，而且我刚被阿磊拒绝，如果不赶快找一个新的目标，我要怎么活下去？祝福你，请他小心。记账。哎，崔妮，怎么又记账？啊，祝福我，为什么要叫他小心？小杨啊，你最近啊，真係睇免火筒嚟啦。等你下課都上面用兩人討論，你上排考試啊，退步1度呢。個安陽啊，下禮拜你就會變做親民一名咧。唔會啦。名路哦，行係唔好聽面，嗰種喜歡嘅空間啊，係真危險嘅呢。你冇看啊，電視上總係有啲報道啊。講那個名譽哦，個騙人，生意哦，冇害嘅俾人騙到嘅，就係你哦。那就上海討論，有冇講愛見面？係講哦，人都要見面哦，我聽錯會阻止你啊。今天的菜味道真怪，真难吃。小孩子先不要这么多。琳达小姐，不好意思哦，小朋友习惯吃我做的菜啦，啊，你不要介意哈。今天的菜是琳达姐做的，其实也没那么难吃啊。是根本就不能吃啊！哎，小鬼啊，有的吃就吃，不想吃啊就回房间去，啰嗦。对不起哦，大家，我不太会做菜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但是我帮大家挑一些礼物，就当做补偿大家，好不好？春怡啊，这件送你。
哎呀，琳达小姐，这，你来我们家做客，又帮我们做饭，怎么好意思？我不要了，你明天拿回去退钱了哈。春姨，我挑了好久，你不要拒绝我嘛。这也不是钱的问题啦，嘿，我没有场合，也没有地点穿这么亮的衣服啦哈。实在很难想象哎，春姨穿亮片旗袍会是什么样子？好笑，不止好笑吧，应该很像庙前的电子花车哎。大志，这套送你。这下更妙了，暴力狂穿西装，真的很搞笑哎。到嘴啊！不好意思哦，我不可能有机会穿着西装的，而且这也不是我的 style。小柔，这件送你，你试试看嘛，一定很可爱的这件。琳达姐，小荣才国一耶，你送她这个，不如送她薄纱睡衣算了。真係幾人艱苦啊！公冇工業咩嘅？喂，冇工呀，食飯。Sorry， 不是那些小孩子不领情，只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他们，所以才会买错东西啊。那些东西啊，真的不适合他们。阿雷，我是为了你才会买那些东西讨好他们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不要为了我去讨好任何人，那不是你啊。还有，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琳达，很多事情是要量力而为的。你现在还在负债，别乱花钱。阿雷，我做这些你不领情就算了，可是我也不想白吃白住，我也想尽一份心力啊，不然我根本不会做菜，还花一下午准备。刚刚为了炸鱼，还被热油烫到，好痛。阿雷。晨晨，阿雷，先回去吧，我帮你擦药。喂，唐晨晨，我係洗米啦。咱唔講哦，我有一個爆炸性嘅消息，我愛結婚咧。真勁嘅哦，乜嘅時節啊？
晨晨，晨晨。阿雷。莫用看到样，都变误会呢。我用白老晨晨讲，较好呢。阿雷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琳达，你自己心里很清楚，我不是你想要的男人，我不是那种随时可以提供你名牌，或者是每年陪你到欧洲或纽约下边的男人。不要因为一时的彷徨无助，说出这样的话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女人？难道我就这么肤浅？为什么你从来都不想要真正的了解我？就连我们分手，你也不问我原因，也不挽留。难道我在你心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？可是分手是你主动提出的，不是吗？你用那么坚定的语气跟我提出分手，一定有你的理由。我争取有用吗？我为什么要让你看到我难过狼狈的样子？重新在一起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也不是我一时的彷徨无助，把你当成我的避风港，而是你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一直在我心里。你说过你会照顾我一辈子。可是你选择了放弃，不是吗？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阿雷。除非现在你对他的情感多过于对我的。爱情是不能拿来做比较的。麻烦你，让我静一静。晚安。拍创条电影，都会老了爽分沉沉的，因为没多爱用。就连我们分手，你也不问我原因，也不挽留。难道我在你心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？我因为自己要得到了种亲近度了。白痴，自己倒在中意蔓延，都没唔清楚。谁呀？
拜你，做的啊。好，亲爱的你，妈咪拜拜。小友，阿妹礼拜日来看呀。比公礼拜你不会带俺去吃饭买东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小友，你相信阿妹吼，礼拜日啊，寒假就到嘞哈。我想爱做新的洋装，然后俺阿妹出去。好，哎，你个新的洋装哦，俺拿出来熨呢哈。啥都落去啦，放鱼都按走，莫听错都是这本音放鸽子哦。有样还乌鸦嘴，希望热台，希望喊卡台啊，你莫谈过哦。OK， 去图书。把你录给你。你冇乱讲。做咩事啊？你聽錯過來嘅。聽唔來啦。聽錯過來。係啊。你草案部咁係順風哦。做咩啊？唔今日啲眼鏡縫總監是呀，唔會因為啲眼所以唔好咧。也按做旁觀者清啊。雖然哦，你個人哦吊兒郎當，不過你個心嘛，個永遠有念口誒。也哈，當條那通哦，對等沉沉老領導，哎弄個啥哦。素梅啊，你看我今日變嚴到咧，因為婦人變搶手貨咧。哎呀，想你個頭咧！沉沉哦，你嘅感情方有少過數，佢喊交啊都丟在去嘅，會讓你上書啊，哈！佢哦唔會讓你掉搞迄三角習題啦，你哦搶愛踩踩踏踏哦，佢喊交哦佢丟在去嘅。你自家哦，要想清楚掉的哈。素梅啊，你較中意晨晨還是琳達？嘿，你愛偷婆娘，還愛偷婆娘啊？啊？那個事情哦，唔好問愛啊，問你自家。自家，我心肝老愛頭腦，明天的目標用來用個啥？哎呀！橘子，给你拿罐飲料啊！这人，哎，你不會是橘子他媽吧？这样穿不像端庄的轻熟女吗？轻熟女，好像重了一点呢，离轻熟女还有一段距离啊。会吗？会吗？哦，不会。真的被我网友给骗了，难怪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那男生都喜欢女孩子怎么穿啊？哎呀，每个男人喜欢的调调都不一样嘛。有的人喜欢熟女，有的喜欢辣妹，环肥燕瘦都有人爱啊。有说等于没说。那你喜欢女孩子怎么穿？哎呦，就像深深老师穿的那样就很 OK 嘛。哦，你喜欢的是深深老师，不是琳达。阿磊，阿磊啊，20块。哦。我还是做回我的橘子好了。晨晨，見唔見你？好，我係同晨晨
岑岑，你用毛去接我天吧。我嘅衫應該唔會認唔出來啦哦。我倆啲太樹下，頭下有一隻細妹去市場茶經過，我唔都會認。冇事情啦，我聽起上嘅人講，今日嘅風真舒爽，太陽真溫暖。多在啲做乜嘅？琳达，珊珊，我知道这样来找你有点唐突。可是我觉得有些话说清楚，对你对我都好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很喜欢阿雷。那时候你为什么要和阿雷分手？可能是因为寂寞吧。以前的阿雷眼中只有乐团。我总是等待，等待，又等待。我发现，我好像进入不了阿雷的内心。他的眼中只有乐团跟音乐，他心里还有我吗？他在乎我吗？也许，我想考验我跟他之间吧。可是。现在我才知道，爱情是不可以考验的。那么你这次回来，不再害怕寂寞了吗？虽然我跟阿雷说，是我被未婚夫骗，被悔婚，但事实上，并不是这样。在婚礼上面落跑的人，是我。是你，因为我发现我还深深爱着阿雷。我不想让自己后悔。深深，我今天来。不是要表达什么立场，只是想知道你跟阿雷。我跟阿雷只是朋友，一般朋友。一般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孩子，你都打在支持乜嘢啊？支持乜嘢啊？你喺企到層層線上鴉片，行喺領導嘅片啊？呢個問題應該冇考慮過吧？要唔係我老記到談戀愛啊？當然唔係你老記到談戀愛啊，唔過層層線上係一年嘅線上，你唔知道我都應該一部考慮到遇到嘅壓力。我領導知難而退咩？阿雷哥中意問人，人有冇權利插佢啊 ？OK？ 有得細粒嘢最愛有，有事情就相互 cover， 腳踏兩條船。有人係拉白咧。你幹嘛你腳踏兩條船啊？你自家弟弟。你神經病咩？就唔啲人講嘛，佢自家弟弟啊？你唔啲真乖，也得法庭啊。冇講到藝片咯。你記唔記唔唔記得頭天奶哦？啲啦，穿囉嗦咧。唔講你囉嗦啊！
拍脸本意，应该都清清楚我意思了。晨晨按聪明，应该不是爱假什么嘅。不过真意识到到了下，佢都无非爱天发咧，太快哦，还啲个傾咧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